嚟到旅程嘅最後一日，我哋嚟到咗一個充滿詩意同歷史嘅地方。鳳凰古城同張家界嘅壯麗山水唔同，呢度多咗份人文嘅溫度，同一種慢下嚟嘅節奏。行喺青石板路上，望住兩邊嘅吊腳樓，聽住沱江水聲，會覺得時間好似喺度行得特別慢，連呼吸都靜咗落嚟。喺鳳凰古城，你可以慢慢行過江上嘅石柱橋，一步一步踩住石柱過河，好有趣，又有少少刺激。嚟到鳳凰古城北門碼頭，我哋可以上船，喺江上慢慢欣賞兩岸嘅風景。沿途咧就會見到吊腳樓、虹橋、古城牆。如果夜晚仲有燈光點綴咧，真係好浪漫啊！清晨无际绕深山，不如仙境梦一般。西风送离海间，心情随风轻轻飞远。张家界的天蓝得透彻，流水映着倒影如花。山路弯弯走过千遍，每一步都惊叹世界之大。绿树环抱石之间，鸟语花香伴我行。远眺群山壮丽无限，心灵仿佛被洗涤的清晰。绿树环抱石之间，鸟语花香伴我行。远眺群山壮丽无限，心灵仿佛被洗涤的清晰。在云雾里放下纷扰，呼吸着自由的味道，这一刻只想停留。除咗沈從文，鳳凰古城仲有另一位傳奇人物黃永玉，佢係著名畫家、雕塑家，仲設計過1980年代中國第一套生肖郵票，個猴仔就係佢畫嘅，至今都係收藏界嘅神級之作。最後送上今個張家界5天團精彩嘅片段俾大家，再見。 Dear passengers, the next station is Hong Kong West Kowloon Station. Smoking is strictly forbidden on this train. 各位旅客，前方到站係。
無論你鍾意影相、尋找歷史，定純粹想慢慢行、慢慢睇，張家界都會係一個好值得停低腳步、用心感受嘅地方。